中的第2名是谁？第2名，第2名哦，赖品妤，不愧是我们这个 coser 界的皇后。赖品妤，她以前就是她在参选立委之前，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coser。哦，对，她平常也会去做一些 cosplay， 所以算是以立委参选人来说，算是一个蛮不同的过往经历啦。好啊，没问题，我等你的传票。你等我的传票是不是？你等传票，你这么嚣张是不是？因为我就觉得他们就是有时候讲话都很无脑。看不到吗？好 ，OK， 没问题，我确定看不到。那第一票来了。好。准备好了吗？好。你也可以分阶段喝。喝完之后放下杯子，对镜头微微一笑。哇！好不行，好酷啊！是不是？不行了，是不是？可以忍到什么程度？哦，怎么那么的？看看政治，听听时事，评论新闻就看今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回到每周的这个闹笑脸啦，我是主持人传。今天请来的这一位呢，是专业的评审都认为是美女的，让我们一起欢迎嘉玲。大家好，我是嘉玲。来跟镜头自我介绍一下。我今年23岁，天秤座 A 型，然后我参加了蛮多的选美比赛。对，参加台湾小姐选美，然后世界华裔、世界皇后、世界旅游、世界公主，这些都是我的经历。然后我就读我刚毕业是就读那个真理大学，对，什么科系的？财务金融。哇，财务金融界的皇后哦。那我相信在未来5年、10年啊，如果你如果从事这个财经行业，很快你还是会再被新闻中间挖出来包装成哇财经第一或者财经之花这种的，对不对？啊，那我其实觉得这个选美比赛哈，算是少数，我们从外表就看出来你是专长在哪个地方的。像以前我们比一些什么那种演讲比赛、对，朗读比赛。主播比赛，我讲真的，我今天坐在这里，你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对不对？看不出来。我今天比什么电玩世界冠军，或者是什么棒球比赛世界冠军，我说真的，你看不出来啦，对不对？选美就不一样了选美就会看到哇，这小姐不简单，谈吐这么好，长得又漂亮又有气质，一定是选美出来的。所以很明显，我相信除了健身之外，应该就是选美了。健身应该是看得出这个人是健身的，很明显啊。好，那你既然是选美界的，我相信你对这个审美观，你一定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好，那你告诉我一下，你觉得比如说男生，你觉得看一个男生帅不帅有什么条件？你认为判断帅的条件？帅不帅啊？我都是从他的从里面发出来的魅力耶，我觉得一个外表我很难去断定内涵是不是？对，而且我觉得很认真工作的那种特别有魅力。对，你是非常蛮官方的，我们不行，我们今天物化男性，我们今天就物化男性。来，告诉我，眼睛、鼻子、嘴巴，额头、头顶、脚趾到屁股，先看哪里？我先看鼻子。先看鼻子是不是？对。你觉得鼻子最重要？对。鼻子、眼睛比起来，鼻子最重要。对。鼻子要怎么样？鼻梁挺。鼻头宽嘞？不要。鼻头上面有黑头？不行。上面像草莓？不行，就是要干净。要干净，对。其实我觉得蛮多女生朋友都说这个不能出油，干净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对，我觉得就是干净最重要了。好，那接下来呢，这个蔡阿嘎这个网络人蔡阿嘎之前呢，他在他的 YouTube 频道有播出影片，他心中的这个10大立委参选的美女的名单。对。那今天呢，这边就是那10位蔡阿嘎票选出来心中的美女。好，我们先不要告诉你她是谁，好，以免你可能认识这个人，对他有一些说，这个人政见我喜欢，或者我支持这个政党，所以我才觉得她漂亮，所以先不能讲。好，你就帮我看10个里面，我让你选10个，也可能太为难你了，不然到时候你这么漂亮也不好。你帮我选3个啦。好，前3名。对，前3名。我心目中的第1名。第3名开始啊。第3名吗？会不会做节目啊？第3名开始。第3名开始啊。第3名是哪一个？其实我觉得你先慢慢选啊。我觉得这10个立委参选人都是学经历丰富口才论述能力又好，那长得也是非常的漂亮，所以也都是难得啦就是所谓的貌美又有才。我会给他第3名洪慈庸是不是？这个台中市立委参选洪慈庸，那你觉得他哪里吸引你？优点吗？我觉得就是散发一种女性优雅，我特别喜欢优雅的那种。你喜欢优雅对。那选美的时候也是很注重优雅的嘛？
对，优雅很重要，所以你会给他第3名，是不是？对。 OK， 好，那第2名，你心中的第2名是谁？第2名，他第2名哦，赖品妤，赖品妤不愧是我们这个 coser 界的皇后。赖品妤，她以前就是她在参选立委之前，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coser。哦，对对，她平常也会去做一些 cosplay，所以算是以立委参选来说，算是一个蛮不同的过往经历啦。那第1名呢？你心中的第1名呢？第1名我也给他哎。你第1名也是跟蔡阿嘎一样，是不是？对。那你知道第1名是谁吗？第1名是这个新竹市的这个时代力量的立委参选人啊，高玉婷。哦。对。那他其实大家蛮多人蛮讶异的，那时候要传出来说啊，竟然比学姐还要高分。因为大家心中其实，在政坛里面，可能觉得说黄金颖学姐应该是，自从那个木曜4超玩把它拍出来之后，大家对学姐的那个幻想真的是丰富到不行啊！很多人像那个谢和弦阿夸就说，他就是为了学姐才加入台湾民众党，所以学姐对台湾蛮多年轻的男性的吸引力是确实是很强啊。那你未来有没有考虑从政？从政哦，10年后吧。10年后是不是？我跟你讲真的啦，可以再给你看一眼。那你如果去选美，不是选美，选过了。如果你从政未来你可能从财经界出发，当一个财经立委。财经立委考虑过？可是我对数字不太行哎。所以你还是觉得就是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就好了。对。好了，对啦，对美女来说，这个从政可能是辛苦一点。好，那在选完这个10个里面的3个美女之后呢，就要来进入我们本周的主题了啊。那赶快来进入我们本周的笑脸脸的喜杯跨下面。第一次来，新手。那你对于那个转盘有印象吗？转盘就是这样滑嘛，就这样滑，对，没错。那我们的转盘不一样哈，我们的转盘决定的是你今天要聊什么的话题的一个命运转盘。好，那我们很多女来宾会犯一个错误哈，女生呢是比较柔弱，一般都是这样，所以你看怎么样？来帮我转一下啊，有没有 feel 嘛？好，那希望你可以跟他们有很大的区别，那我这样子很大的区别。希望你可以让我从选美皇后的身上看到健身天后的影子，好不好？好，健身。好，那转到什么聊什么啦，一样哈。来，你可以稍微往前一点，等下看一下转什么。来，手放这里转盘哦，不要转指针哦，指针转不动了。好，来，预备，用力一点 ，Go！ 看看你是适合聊什么的人呢？这个礼拜转到的是这个是什么？来，社会是不是 ？OK， 好，社会没有问题。你平常有在看新闻吗？没有，比较少是不是？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相信一般来说，新闻如果不是娱乐跟政治的话，其实相对乏味吧。对啊，所以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哈，什么样的乐听人决定什么样媒体的素质。OK， 好，2020年就是刚开始，那就发生了一些令人蛮遗憾的事情。那目前为止最令人遗憾的应该就是这个黑鹰事件。那这个有八名的将士啊，就是不幸在这个同一架飞机中殉职了哈。那其中里面的官阶最大的，也就是参谋长沈一鸣上将。那他在过世之后，也被追加晋封成这个空军的1级上将。那你自己对于黑鹰失事这个看到这新闻的时候，你当下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很震惊啊，觉得怎么会这么多的长官坐在同一架飞机上面？觉得很震惊。对。那你自己对国军的影响是什么？因为男生会当兵，男生当兵，所以一辈子一定要接触。大部分有些不当兵，我知道啦。有些人刻意逃兵的，我就不想多说了。我现在的身体真的不好就算了，刻意逃兵的哈。好，没关系，反正一般男生通常在这个人生之中都有投入军旅的一段时间，所以他多少都看过一些什么叫做阶级，对，什么叫阶级的差距啊？就比你多一条杠都可以把你压在地上踩，好，所以男生对阶级是比较敏感的。那女生没有当过兵嘛？对，那你对国军的影响是什么？觉得就是捍卫家园的一个职务。对，你身边有国军的朋友或是家人吗？没有身边没有人去，所以你的财经圈是没有人当志愿役的，对不对？没有，大家都当上班族这样。上班族，我问一下，偷问一下，财经圈的，对，财经圈的毕业大概都做什么事？都去做银行跟保险，就做业务吗？对 ，sales 那一种的。那你觉得他们平均的月薪大概多少钱？估一个数字就好。平均的月薪大概3万5吧。3万5附近吗？对。那确实啊，跟我们媒体业差不多。没有啦。那平均3万5，那你觉得他为什么没有人想签志愿役？你身边都没有人跟你
讨论过想签志愿役的念头吗？没有他们都觉得说这样的生活就是比较乏味吧，就是不喜欢去做每天一样的事情。我说一句实话哈，国军呢，我们那时候在当兵尿尿的时候，他的厕所上面都有贴国军福利待遇，哇，那个招募的能力之强，到处都在给你洗脑。好，我们进去尿尿的时候，然后一排男生在那边，然后聊一聊，然后大家说，325签了啦，你签了？不要啊，签了啦，上校7万呢，签了啦，不要签啦，签了啦，就是大家都一直在那边拱说要签，因为那个福利每一阶底薪多少钱都写出来，那国军还有一些什么职务加级啊，外勤加级、战斗加级、卖的加级、加级，一大堆加级，所以待遇很好。那你做满15年还是20年之后退休，还有领终身俸。终身俸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退休还有钱可以领。你讲的不够准确，退休有钱可以领，但大家可能有退休金。对。退休俸、终身俸是什么？终身俸是退休之后我可以领到什么时候？我可以领到我的棺材推进火化场里面出来变乌瓮的时候，我老婆都还可以领一半，这叫终身俸。好，你要记得，这跟退休金是不一样。退休金是我退休之后有一笔钱拿。好，终身俸是到我变成一瓮的时候，我老婆都还可以抱着这一瓮说，我是他老婆，然后领一半，是不一样的。所以军人确实是，可是以前的军人啦，然后以前那个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是让蛮多人觉得军人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业。那后来大家就发现，军人待遇其实不错，大家就开始就还蛮羡慕军人这个职业啦。那你自己有军人朋友追求过你吗？军人没有，也没有军人朋友追求过，所以你根本跟军人隔绝。对，完全对。好，那今天如果有假设我今天我是陆战队退伍的，那我这样讲，我今天是陆战队少校一颗梅花，大概1个月5万6万，年纪相当年轻，30岁左右，1个月5、6万，30岁的青年，我今天觉得选美皇后，拜托，正常男人看到选美皇后不会感到兴奋的，那还算是一个男性吗？对不对？所以好，假设我今天追求你，选美皇后，我在激烈的追求，你会答应吗？我觉得还是要看相处上合不合适吧。所以军人这个职业不会有特别给你加分扣分就对了。会啦，如果是海军陆战队会加分加满。海军陆战队加蛮多分是不是？我就说嘛，妈妈，我不是妈妈。你知道我们在抽签的时候，人家说妈妈代抽都会抽到海军陆战队，所以现在开始谢谢我的妈妈。好，那如果未来啦，你如果有小孩之后，你小孩想从事军职，你会答应他吗？会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个小孩都有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不用刻意去阻止。对。因为军人有一个小缺点，就是他的人生可能就是有一个看得到的一个未来，但是很稳定，但不会有这种突然大放异彩的机会，比较不容易。所以你不会想劝他说，你应该去闯一闯啊，可能创业啊，或者出来做艺人、网红什么这种。闯一闯的行业，或者你口才这么好去当 sales 啊，或者口才这么好去卖车啊、卖房子啊，你不会想鼓励小孩就做这种职业，就是可能会建议他，那当然选择还是就是由他自己去选择。天下父母心，你有小孩了吗？没有，当然没有。是没有还是没有办法告诉我？没有，现在这么年轻，23岁，确定没有是不是？这样讲伤害很多小妈妈。OK， 好，那接下来下一则新闻是这个新闻，我觉得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有一个假的这个检察官，假检察官假检警啊，检警不是检察官，检警诈领这个老妇的13个金条，就是刑事局有说，这个民国108年有假冒公务机关的这个诈财手法。那被害人平均年龄都在50岁以上，那这个50岁以上被诈骗的比例是71%。那很多平均损失的金额都超过100万元。那你自己觉得说，为什么都是老人会受骗？老人会受骗哦。要看他编的理由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人这么容易受骗。因为其实我想说，诈骗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东西。对，我要拿你的钱，我不是用经商的手法，不是让你花钱掏钱买我的商品，或是我不是你儿子，不是你妈妈，不是你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我要怎么让你把钱交出来？有3种方法，讲到心坎一下。好，第一是什么？抢嘛，对不对？抢嘛，就你钱拿出来我就抢嘛，抢是一个嘛，但是不合法不良示范再来就偷什么？你放桌上，你一转头我就拿走，叫偷嘛。这都不明智。第3种最厉害，骗。为什么骗最厉害？
就是让你心甘情愿的把钱交给他，什么都没有。好，就让你非亲非故的当了我一次干爹，这就叫骗。所以我说骗是非常智慧的东西。那为什么年轻人不容易受骗？我觉得是因为年轻人对网络3C 这个资讯掌握的比较快。对，像我常常滑滑脸书，就看到新的诈骗手法出来了嘛。对，就会预防一下。可是老人就是彼此之间互传一些赖图啊，早安，请记得小心诈骗，就是可能就传一些赖图梗图。对，那可能他对于诈骗的新手法不是那么熟悉，对不对？那你自己有没有接过诈骗电话？有。接过什么样的诈骗电话？说，小姐你好，你在某某平台订购的商品，因为分期付款。他说什么不小心你可能多按了11个，那我们就是分批次帮你寄送，然后可能要请你现在汇款什么之类的，到 ATM 去。对，然后想说什么嘛，我买12个也太多了吧？那你自己觉得诈骗也很多种嘛，对不对？可能有些是跟你说分期付款的，有些是援交要骗点数的，然后有一些是可能绑架你家人小孩的，哪一种觉得最有可能骗到你？我觉得第二种可能不容易啦，1、3哪个比较容易骗到你？我觉得都不会被骗的。好，有自信哈，那我们现在来玩，我们现在来模拟一段。好，我是诈骗集团。好，嘟嘟，小姐可以接电话吗？喂，小姐你好，我这边是雅虎奇摩拍卖。你好。我看到你这个1月5号的时候有在我们这边消费了一个这个超级女性那个盐酸面膜。好，那这个是可以毁容的东西。那你帮我们不小心下订到了20份。那这20份呢，因为它总金额超过了这个我们网站拍卖的上限金额7500块钱，所以可能要请你到 ATM 帮我们操作一下这个解除分期付款的手续哦。但我最近没有订购这个商品你是巴黎小姐吗？对。电话是0912345567吗？对。那对啊，确定是你的订单没有错。你想要弃单是不是？还是说可能系统上出问题，因为我只按了1份哦。小姐，不可能，我们做网拍的系统出问题，怎么可能？不是你的手出问题，我的系统比你的手还不灵吗，小姐？那没关系，那您可以帮我付款啊。等一下，小姐，不是，我跟你讲真的，你这个这样的话，我们要走法律途径喽。好啊，没问题，我等你的传票。等我的传票是不是 ？OK， 好，谢谢小姐哦。好，你要等传票，你这么嚣张是不是？因为我就觉得他们就是有时候讲话都很无脑，我想说我就已经没有订了，然后还要继续跟我下去。我说那我等你，拜拜。我觉得这种现在诈骗电话跟那个麦当劳发那个中一样，都外包给外国外。对，一听口音就知道又来。我接过最扯的我其实没有常接到了，但我接过最扯的就是一个讲的中国腔，也有点方言的人打电话跟我说，我女儿被绑架了。我天哪！我的女儿还在哪？喂，我把你女儿绑走了，你想办法啊！30个工作天内给我筹了多少钱来？奇怪，看到鬼了嘞！我没有女儿就算了，你还给我绑到对面去，骗谁啊？对不对？我结果最扯就是这个，讲的方言，然后跟我说女儿被绑架了，超夸张。所以相信啦，大家还是一定要回家提醒自己的长辈，毕竟啊，长辈跟你之间是血肉相连的骨肉血亲嘛，对不对？你也不希望谁都看他受骗，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关心家中的长辈，不要每次都已读他的长辈图，要适时的回传给他一些长辈资讯，小心受骗，很实用，对。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边，好，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会做一些乡民跟网民的热搜，来到朋友实测，有没有紧张？实测什么？实测什么？是不是 ？OK，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看得出来啦，显而易见，这一拜我们这个乡民网友热搜讨论的议题是什么？就是咖啡。好，咖啡在这个台湾人的生活之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提神饮料。我每天早上也就是会来一杯咖啡，好，但是说实话啦，每天早上喝咖啡，但我也就是单一品种，我也不是说什么咖啡达人，那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有网友在这个上面 po 文说，咖啡的价钱真的有差吗？因为听说啦比如说某牌跟某牌是用一样的咖啡豆，但是不一样的咖啡机，所以价钱有差异。但是我们喝得出来吗？为什么有的咖啡只要可能像这种即溶包，一包10块，成本10块，那可能像有些高级的咖啡一瓶要80、90、100多块都有可能。那中间这个价差到底它的 value 在哪里？
先问你怎么换发型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比较清爽。啊，准备跟我 battle 一下，对是不是？准备好怕要？头发掉进去。OK， 好，你讲一讲，你好像换了一个发型哦，这样看起来清爽很多。好，那准备好了吗？好，我先看一下颜色。来，我先跟你讲，这个是吉隆咖啡，那这个是罐装咖啡，好，那这个是便利商店咖啡，好，那这个就是某连锁咖啡，这个是某高级连锁咖啡，好，那反正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哈，星巴克、路易莎、7-Eleven 罐装跟吉隆就这样，等一下就是用这个称呼的方式，蒙着眼睛连喝5杯，一口气告诉我们你刚刚喝了哪5个，依序是什么口味，非常简单。它是怎么戴？怎么戴？就是套在口上。对吗？反正你看不到就好了。你看得到吗？看不到。看不到吗？好 ，OK， 没问题，我确定你看不到。那第一杯要来了。好。准备好了吗？好。来 ，try 一下。来，第二杯，第三杯。现磨的可能稍苦一些，那可能罐装跟吉隆的多少会加一些甜分在里面，或许会有不一样。这个也苦是不是？好酸。好酸。对。来试试看，最后一杯。这是什么？这个很糟糕是不是？你要小心点，观众看得到我们拿的是哪一瓶哦。这叫水。好，5种啦，5种是吉隆的、罐装的、7的、路易莎的跟星巴克的。好，那请问你第一瓶喝到的是什么？第一瓶喝到的，所以刚刚顺序已经换过了，对不对？对，是换过了。你以为我会有左手拿？这个是第一瓶。这是第一瓶。大姐有提示的。那个是，就是我喝的第一瓶是什么？对，你喝的第一瓶是什么？你喝的第一种口味是什么？那个罐装的。罐装的 ，OK， 好，没问题，第一个答对了。好，那第2个是什么？第2个应该是路易莎吧。第2个是路易莎吗？好，那第3个呢？第3个。7吗？7吗？好，那第4个呢？第4个很酸呢。很酸是不是？觉得很酸的有可能是什么？你还是很没猜。完了，总会把星巴克放在后面的。是吉隆跟星巴克嘛，对不对？对，那给星巴克吧。觉得这是星巴克。好。最后一个呢？最后是吉隆吧。最后一个是吉隆，是不是？那眼罩拿下来一下。你刚刚说第一个是罐装，第一个答对了。对。好，你说第2个是什么？第2个是路易莎。你说第2个是路易莎，那第3个是7，第4个是星巴克，第5个是吉隆嘛？好，是对的。天啊！好，来，我跟你讲，依序是这样子哦。第一个罐装没有错，好，罐装。嘛，我们第2个喝的是7，第2个喝的是7，对，第3个喝的是吉隆，第4个喝的是酸，你说有点酸味的是路易莎，最后一个才是星巴克。哇塞！突然觉得我只要答对2题就能胜利，这个感觉真好那现在换我了，请你一定要记得你的顺序。好，然后第2个是什么你知道吗？不要连续拿一样的。好，你就拿5次这个给我喝，这个酸，这个又变甜了，骗谁啊？好，知道吗？好，准备好了。我戴上哦。每次戴上眼罩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兴奋的感觉。来，第一杯，谢了。咖啡真的是好，第一杯是7的，第2
杯吉隆包，第3杯是星巴克，第4杯是罐装，最后一个是路易莎。全对耶，好猛哦！跟你说我是咖啡界的小王子，对不对？你刚刚是不是已经先喝过一次？我怎么会先喝过一次？对，不，我们这个制作单位，我一向每个礼拜都要再讲一次，我们公平、公正、公开又透明，我们怎么会有这种恶劣又低级的行为呢？哈，来，把它推开。每个礼拜的这个游戏结束都是有惩罚的。那你猜猜看这一拜的惩罚是什么？不知道，猜不到对不对？我告诉各位，惩罚当然一样了。啊哈哈！你是一个选美皇后，对，什么时候都要保持的美美的，对不对？有这个训练吗？何时何地都要保持优雅，从容优雅，对。好，那你有一个小挑战，嘿，等一下呢，帮我们看了这一集，在喝苦茶的时候，面不改色的把它喝掉。面不改色，我刚刚喝这个都已经有点改色了。来，我先给你看一下哈，我先倒一小口，好，来先闻一下，还有汤哦，蛮香的，好，来，我先给你看，我先喝一口给你看，好，然后你要想办法不要跟我一样，好，真的假的啦？这么夸张？喝苦茶居然一段时间不能主持，好恶心。来，半杯，半杯，哇！我跟你讲，面不改色的把它喝掉哦。我想来，虽然我这个人呢记仇，但是我有深明大义。1/3一杯 ，OK， 好，算是有情有义了。来，选美皇后，来，选美皇后先闻好了吗？对，闻好了，这一期哦。好，我要喝喽。面不改色哦，喝完之后一口喝完吗？你也可以分不要好了，我怕很恐怖。你也可以分阶段喝。看着这一期喝，很优雅的喝完，面不改色。喝完之后放下杯子，对镜头微微一笑。哇！好不行，好苦啊！是不是？不行了，是不是？可以忍到什么程度？怎么那么的？不是，你的反应也太有趣了吧？你刚刚第一阶段的时候，你喝的时候还蛮 hold 住的。对。那后面发生什么事？不行，那个后坐力好强哦。后坐力好强，是不是？就是他就是整个活动都是那个，到现在还是那个。我跟你讲，一个暖男要从哪里看出来？你知道我这个气化暖在哪里吗？像我这么暖的男生，这个气化暖哪里？我让你先喝了咖啡，再喝苦茶，就会觉得还好。那你有觉得黑咖啡应该都没这个苦吧？没有，差多了。所以你平常自己会喝咖啡？会压公司的咖啡来喝。压公司的咖啡，所以你喝咖啡都喝黑咖啡还是喝什么？我都喝拿铁。喝拿铁。你不常喝苦的东西，对不对？不太喜欢。有时候偶尔喝一点嘛，对身体也不错。对。那这么多黑咖啡啊，你觉得哪一个是最 OK 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有价钱上的差异。好，这个吉隆包冰一个大概是10块到15块之间。可以再喝一口吗？可以，请，一边喝一边讲。那罐装咖啡呢是大概20出头。那再来就是 7 咖啡，大概35块到40块。再来就是路易莎的咖啡，大概60块到70块之间。那星巴克的就是接近100元。这其实是这么多咖啡喝下来，你有喝出他们的等级差距吗？等级差距哦。不然现在你眼睛张开再喝一次。因为我个人比较偏喜欢喝甜的。甜的是不是？所以其实贵的你也没有喝出很明显的差距，对不对？对。像我就比较喜欢这两个。你还是就这两个有可能比较甜。对。那你觉得哪个比较甜？这个罐装的比较甜，是不是？那你以后还会再买这种罐装咖啡来喝吗？不会，我还是自己压来喝比较好。自己压来喝是不是？好。那今天你来参加这个节目的企划哈，你有感受到说咖啡是很珍贵的吗？咖啡很珍贵。你知道咖啡是产地都是一些辛苦的劳工做出来的，一定要还是要珍惜每一个食物哈。我们是很正向的，一定要呼吁大家珍惜食物。之后有机会还会再来我们节目吗？可以啊，还会再来是不是？OK。那最后跟镜头前面再
再跟我们大家说声再见。拜拜。这么简单哦？这么快？不行啊，再多一点。说大家再我打你不是再跟大家说个晚安，跟大家说个晚安，说再见。大家再见，我是咖喱，有机会再见喽。OK， 好，那我们这个礼拜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就到一个段落了哈。那也非常谢谢咖喱今天到我们节目上来陪我们喝咖啡跟苦茶。好，那下个礼拜就是有全新的计划，也是希望各位观众朋友再期待一下。我们本周闹社人就到这边结束了，下礼拜再见，拜拜。